一顿火锅的成功与否，很大程度取决于对菜市场布局的熟门熟路。食材五花八门，但目标早已精准。刘国梁此行专为大肠而来。大肠几隻？啊？你做啥工呢？我跑船的时候，就是最想吃的就是我们家乡的大肠火锅，因为这个才有一种家乡味道。肥厚多汁的大肠，口感软滑，味道香浓。不同于北方人习惯将它的宿命终结于溜炒之间，客家人的处理相对简单粗暴。洗净切断的大肠，不加特殊处理，保留最原始的味道，随之便可以在沸腾的锅子里焕发第二春。刘国梁在下板寮当地算是客家人里的小领导，官称宗亲理事会会长，是一个平日里带领大家共同扶老携幼、常聚常亲的关键先生。此刻，刚刚满载而归的他来不及休息，紧锣密鼓地在自家天台上操持起一个小范围饭局。召集各路闻香而动的老友们，在满足口腹的同时，合计合计下一顿大型火锅聚会的组织安排。来，干嚟！阿姐冇講要食大腸火鍋，阿哥冇你去衛生。好。然後你個仔姑俾大腸。啊？你兩人負責一幫，你要食就要食。阿姐冇講好食哦。留下愛食再通要食。漳州南靖地区的下板寮，小村庄气氛安逸，外来人难以靠近。虽然远藏深山，但客家老乡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。一面在经过商业化改造的裕昌土楼做着小生意，一面在保持着传统样貌的德昌土楼中悠然自得地过活。现在几乎都是外出打工的比较多，留守的比较少。像我们这个楼里面，德昌楼里面，大概人口有将近300个人，目前在家里大概就是正常在家里是3、4户左右。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规避的留守问题时，客家人自有一套碾压孤独的办法。自家的老人别家的老人都跟自己的老人一样，都有这种理念。像我一个外甥我那个妹妹的儿子，他一回来到楼里面，那个阿婆90多岁的那个阿青婆，他一跑过来，他一到我家里，他就首先要先跑过来阿太。叫他几句阿太看他老人家看他你回来了，他很开心，开心了他就走，他就有这种从小就有培养这种说敬老眼前这位老人，就是下板寮最长寿的苏亚青阿婆。阿婆17岁远嫁到此，从那时开始，这座德昌楼就像忠贞不二的卫士，守护了她80余年。见证了他人生中所有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。往日热闹的土楼已成孤城。先前刘国梁他们议的，就是如何给阿婆准备上一顿慰藉孤独、重拾楼中人气儿的大肠火锅。他说要吃火锅，那好，我们就组织一下，叫些留守的人。或者外出有空回来的人叫过来，大家聚一聚叫老人家来一起吃。老人家他不吃什么东西吃也吃不了，他就说大家那么团结，大家都回来乐呵呵的嘛，他特别开心。笋是大肠火锅配菜中的顶梁柱，大肠口感稍显肥腻，
客家人以当地特有的栗笋来居中调和。栗笋脆爽味甘，咬上一口，唇齿间瞬间可以被满满的山野鲜味充斥。加上以雪菜制成的酸菜，三者在一口锅中互相借力发挥，这才是足以令人垂涎的客家大肠火锅统一体。一次和睦又热络的宗族聚会，一道朴素也平和的大肠火锅，众人吃得开心，阿婆也得偿所愿。虽然脆香的大肠早已不再适合年迈的她，但阿婆需要的从来就不只是味道而已。家乡味都有呢，我比50岁，你说讲話你咪下比點點，嗰個做第數嘅啱哦，係啊，而冇話做會啱嘅。浑圆的土楼，如同一口滚烫的锅子，慰藉着依然在此生活的每一个人。孤独本是人生中笼罩最深的迷雾云烟，但喜爱群居的客家人却用暖心的左右情缘将它消散。人来人往，锅沸酒温，只要有足够的情感滋养，那便是最平实安逸的团圆。